新娘带到了。时辰差不多了。时辰到，起灵。慢着。是巨富洋行唯一的继承人，爹的葬礼由弄死他！叛徒，给我一起弄死！
住手！来，你是谁？红帮信堂，秦继峰。耳熟的人。那你为什么救我？报恩。报恩。这是我爹的东西。欧阳老爷救过我的命。那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快，孙人长，把天王出口帮我一场！快！
有人来了，快走！小月，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昨天吓死我了，生怕打不准。不碍事。哎，欧阳小姐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发电报叫她回来，又演了这么一出英雄救美的戏，我们的复仇计划能实现吗？他被梁家浩带走了。带走了？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？救命之恩，他会来的。梁家浩想要娶她，没那么容易。红房子出了几款新的蛋糕，我特意把所有的西点师都请了过来，让他们做了几款拿手的糕点，你试试看，看喜欢谁做的。不必这么费事儿。不费事，你喜欢就行。小姐，门外有人送了个东西过来，说是要给小姐。给我。
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我只是路过远处而已。哎，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你还出去了？嘉浩，秦继峰之前为了救我得罪了二叔和红帮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小月，你身上先回房间换身干净的衣裳吧。可是他……放心，包扎的事交给我。好。不是。少爷，背叛红帮，还能留条命，你也算有本事。不如跟着我，在这督军府谋个差事。我是欧阳小姐的保镖，我只保护欧阳小姐一个人。少督军下手挺重啊，但是对欧阳小姐还是很温柔。明明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也不敢说一句重话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说这话？少爷心胸宽广，让你去督军府是给你面子，也给脸不要脸。李副官，别伤人。就算是狗，也是救过小月的狗。放心吧，少爷，督军府礼数周全，我自会好好谢他。住手！
早啊，小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小姐的保镖，从今天起，每天早上我都在这儿等你。环儿，手脚的利索点儿，把这些残枝败叶全都给我清了。是，现在可养不起这些花花草草了。住手！刘管家，这花房是我爹送给我的，清不清的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大小姐，这可怪不得我呀。哎呀，老爷不在了，凡事都得省着点花。我也是为了小姐好。那你怎么不把自己给省掉？哼，我自幼进入欧阳府，是老爷亲自聘请的。大小姐怕是没资格赶我走吧？刘管家，不是你，小姐还站着，狼你做的饭！你要干什么？秦大保镖，你不是说今日要教我射击吗？不如就现在吧。小姐吩咐，自当从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能乱来呀！小姐，这可使不得。要不要试试？吓死我了！试试也无妨。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饶命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命，饶命！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大小姐。双手握紧，两脚大于天空，手肘膝盖微微弯曲，瞄准。饶命！开枪！小野好枪法。江浩，你今天不是有军务吗？怎么来了？我特意推了军务陪你散散心，车在外边等着呢。嗯。今天是私人约会，你就不必跟着。一个外人在身边，总是不太方便。今日很高兴，谢谢你陪我散心。就是洋行那边，我知道，你有自己的计划，我不会乱来。谢谢，幸好有你在。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！早点休息。
小月，你的包。早啊，小姐。早。今天洋行要开会，我出去一趟。好，车我已经备好了。谢谢。嘉浩，小月，我在洋行的眼线说欧阳山海在联络一众董。每个月5号是百乐门的舞会，这是我们最有可能接近他的时候。今日舞会，谁能拔得头筹，谁便能与我同饮一杯。怎么样啊，秦大保镖，你会跳舞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别紧张。我怎么可能紧张啊？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，跳舞可是家常便饭。
小月，府里下人说你还没回去，你没事吧？夏豪，小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秦继峰。 老大，老大，你又受伤了，要不要帮你上药？没事。账本拿到了吗？老大交代的事儿，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果然有军火走私的生意。看来欧阳山海这么多年没少帮他做龌龊的事。老大，你真……
小姐。啊，红牡丹的证据我拿到了，但是怎么？欧阳山海好像。 二叔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想堵住所有人的嘴？各位叔伯，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说：“巨富养好，不发国难财，不做无良商，清清白白，无愧世人。”鱼儿希望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正大光明的将洋行经营下去。请欧阳小姐掌管洋行。请欧阳小姐掌管洋行。
我早晚都会让你们一个一个都死得很难看。大人，您消息还真灵通啊！我刚从洋行被赶了出来，您就大驾光临，这是要对我动手了吗？我想，大人应该不会对我动手。大哥给大人写了一封信，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大人，您也不想惹得一身骚吧？开个玩笑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，很快我就让欧阳月这个丫头从红城消失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约了嘉浩，你在这儿等我就好，我自己进去。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嘉浩，今天是他陪我去的洋行，他帮我。我不是说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你怎么敢回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小姐的保镖，只听命于小姐一人。嘉浩，你怎么敢回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小姐的保镖，只听命于小姐一人。嘉浩，他少爷，少爷，老爷和夫人都已回府，夫人说你该回去了。那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姐，忙一晚上饿了吧？这是红城最有名的馄饨，要不要再尝尝？好。
你们去催一下厨房，看看鹿茸虎鞭炖好了没，手脚麻利点儿。老爷马上就下来用餐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佳儿，娘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看看娘买的这身新旗袍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爹会不会喜欢？对了，你跟月儿的婚事怎么样了？昨天你爹回来说，要早日上门提亲，把月儿给娶进门儿。我看，也算是在你爹面前露脸了。娘，我不需要用婚事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。我娶小月完全是因为喜欢她，从小就喜欢。傻儿子，这不是一回事吗？我也是为了。小姐，你的花房我给你弄得还满意吗？秦大保镖不仅煮馄饨的手艺好，当起园丁来也不赖。我看这花房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如初了。哎，还是小姐聪明。新买的花儿总比重新栽种快。哎，秦继风，你。李副官，什么事啊？欧阳小姐，少爷来了，在餐厅等您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报告。
干什么？小姐之前被下过药，我要检查。小月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梁伯伯，哎，月儿，欧阳老弟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可要节哀啊！只要梁伯伯在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可以来找我。嗯，月儿，今天和你梁伯伯来，特意来看你，顺便商议一下你跟嘉浩的婚事。娘，小月还在守孝啊，我们结婚的事不急。傻小子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婚期之事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老爷，您说呢？是不急，等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再谈婚事也不迟。多谢梁伯伯。这位是爹，他是红帮的，潜伏在小月身边一图不轨，我正打算处置他，带下去，枪毙。等一下。
鲜的水果啦，新鲜蔬菜啊，大家都看看啊。秦先生，老爷有请。老爷，秦继风带到。进来。秦继风，你处心积虑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不会只是为了接近玉儿吧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。这么快就回来？老大，你今天找欧阳小姐是？小月，上海上，真心，赶紧叫上兄弟们去堂口跟我会合，快！是。
子都不会签的。给我上手段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就算是死了，为了个垫背的，你会开枪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开枪啊！难道要我教你吗？下次开枪一定要记得检查里面有没有子弹。他枪里没子弹。田继宝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？我跟你拼了！
月儿，月儿，梁伯伯、梁伯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你梁伯伯啊，今日专程上门来和你商议婚期的事。这么快啊？我答应过你父亲，要好生的照顾你。如今你大仇已报，一切都走上了正轨，也是时候了。爹，娘，婚期的事不着急，和小月还没商量好。还商量什么？婚期不能拖，很多东西都得提前准备。近期呢，世道不好，洪城也是乱得很。你想要在洪城立足，担起巨富洋行的生意，那就得有我督军府的照顾啊。月儿，你说是吧？爹，我和小月有计划。我在问小月。爹，我和小月有计划。我在问小月。我知道了，梁伯伯。婚期的事，都听你们安排。秦继风，你的枪我仔细给你保养过了，下次再用，拿稳点，我可不想给你收尸。
日后你就在督军府了，有那么多人保护你，我就放心了。秦继风，今天你陪我当最后一天保镖。好。花吧，这个也不错，您看看。往右一点点。哎，多了多了多了，再回来一点。好，笑得开心一点。OK， 我过来了。
清楚。秦剑锋，帮我报仇！月儿。爹，哎。
斩草除根。爹，爹，如果要小月的命，就把儿子的命一并拿去。梁家豪，你真当我舍不得杀你？你滚！我梁宗岳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开门！老爷，这是怎么了呀？这位是秦继峰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梁继峰。找个日子把姓改过来，认祖归宗吧。梁家的孩子没有随母姓的规矩。知道了，父亲。老爷，佳儿呢？佳儿去哪儿了呀？老爷。小月，小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
放心吧，没什么大碍。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。老大，船已经准备好了。小月心细，别让他发现是我做的。好。风儿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平日吃的，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。要是吃不惯的话，我再给你准备点别的。多谢陈姨，这些已经够好了。风儿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那么客气。而且你刚回来，若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，尽管跟你陈姨说，让她帮你安排。多谢父亲。吃饭吧。好。对了，风儿，今天有件事情呢，要交代你去办。父亲尽管吩咐。去趟报社，登头版。巨富洋行走私军火被查处，今日起查。大少爷，老爷让我把今早得到的情报交给你，上面是欧阳小姐和邵督军藏身的旅馆。老爷的意思是，让你亲自带人，把欧阳小姐抓回来。知道了。老爷的意思是，现在就去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赶到的时候，他就从窗口跳了下去，撞到了头，晕了过去。他自己跳下去的？对，我一到他就跳下去了。秦继凤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没闹够吧？小月，换玫瑰吗？什么时候种起雏菊了？玫瑰有刺，不是人人都能养的，不像雏菊天真淡雅，宜室宜家。你说对吧，大哥？你叫我什么？你是我未婚夫的哥哥，我李。小月，小月，
你身体刚恢复，多喝点汤。谢谢。家只剩你一个人了，要不要让他进祠堂，这事还得由你做主啊。二叔的事，嘉浩都跟我说了。毕竟是我二叔，改日找个时间将他迎回祠堂吧。月儿还真是大度啊。我们家月儿就是心肠好，以后进了我们督军府，月儿呀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，我们家浩呀也不会让月儿受半点委屈。你们两兄弟今天下午帮我去洋行办点事儿。是父亲。是父亲。月儿就留在家里吧。我约了个熟人，他们家呢也是做航运生意的。你想要重振洋行，就要依托一些关系。梁伯伯费心了。吃饭。梁伯伯说，先生家里也是做航运生意的，特地让我来请教。欧阳小姐，好久不见。
和你争？风儿，你今日为何要这么做？父亲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也都是我的心里话。与欧阳家的婚事，本来就是应该留给督军府长公子的。只是我从小与父亲走散，这桩婚事落在了二弟头上。可如今我认祖归宗，父亲，这桩婚事您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？我和江浩青梅竹马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至于你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风儿，不是爹厚此薄彼啊。虽然当初这婚约确实是定给督军府的长公子的，但事到如今，你已然错过。而且嘉豪和月儿也彼此欢喜，你作为大哥，不如就成全他们。好，父亲，今天的事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这么莽撞，孩儿给您丢人了。只是我回到督军府这么久了，整天闲在家中，帮不上您什么忙，心中忧虑，乱了方寸。我知道二弟从小在您身边长大，帮您分担军务，与父亲感情甚笃。很多事情我也插不上手。原来风儿心里有这样的骨气，也对，都怪我没有考虑周全。这样，嘉浩，你把负责的军务分一半给你大哥，让他尽快熟悉起来。这督军府啊，早晚要靠你们兄弟俩，一家人要和睦相处，齐心协力，才能长久啊。谢谢父亲。今后我和二弟一定和睦相处。嗯，知道了，爹。好，好啊。老大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领情啊？你以为之前你昏迷是谁给你找的衣裳？这次他为什么一定要送你离开？他明明知道我是假装的，却不拆穿我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有话要和我说吗？该说的话，我今天都已经说过了。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装失忆的戏码吗？哎呀，我的嘴好痛啊！也没人给我煮个鸡蛋什么的。梁伯母，月儿，你醒啦？今天在成衣铺订的婚纱到了，我们呢就先去喝个早茶，然后顺便试试婚纱。好啊。啊，今天家里没人吗？啊。想要这个。原来你。
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嘉儿，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我和梁宗岳是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从来没有一刻把他。 告诉你，但既然这个野种已经危及到你的位置，娘就不能坐视不理。如果他知道身上的血仇，他会什么都不做吗？小月搬出去住。这张照片我从香港取回来了，带在身边很久了。给我吧。嘉浩。
是整个红城最有口碑的。哎，少夫人也是我们的熟客。对了，少夫人，您上次送兰写的照片，您还满意吗？上次，老板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。今天辛苦您了，我们就不送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不就是那个？慢走。啊。月儿，月儿，今晚我们娘俩喝几杯？梁伯母，来，没事吧？月儿，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吧。你知道嘉浩第一次说娶你的时候，他才7岁。月儿，月儿，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叫我过来做什么？
对了，少夫人，您上次送来写的照片，您还满意吗？上次，老板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。不可能，小月不可能骗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嘉浩，小月，你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伯母呢？你要说你喝醉了，让我来照顾你。啊，我。这个点也该醒了吧？小婷啊，你去一下欧阳小姐门口候着，少爷啊在里面，看看他们还需要点什么啊？是。梁伯母，来了，快点吃早饭吧。来，坐这儿。对了，婚礼的花我都订好了，你要不要替我去看看？我下午得出门一趟。好啊。我找到线索了。我从史密斯那儿套出运输处的大致线路，再加上梁宗岳每个月都会独自开车去新村附近，从不让人跟。我想，军火库一定在那儿。新村，那里离巨富洋行的码头很近，之前是废弃工厂，军火真的有可能藏在那儿。对，梁宗岳最近让我出门办事，我借这个机会找到具体地址。今晚我们花房碰头，商量下一步行动。嗯，好。
你想说什么？昨晚杨家。 回来了。这大晚上的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婚礼上的花选错了，
小月和我耍脾气呢。原来是小两口闹脾气啊！月儿，你别怪嘉浩啊，他呀就是心思大了点儿。下回我陪你去选啊。你也是，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连个花都能选错啊？都是儿子的错。那我先回房休息了啊。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帮我？过几天就结婚了，你看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跟下人说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在欧阳府出嫁，我一会儿派人先去布置一下，你也尽早去看看。嘉豪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
督军。秦继风，小月，我找到军火库了，我想好了，先布置炸药，把军火库炸了，再把史密斯抓起来，再联系记者，把梁宗岳的罪行全抖出去，这样，整个红城就知道。不想复仇。
真的要嫁给他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该上路了，大少爷。江浩。赶紧给我抢！动作都快一点，拼命的！
皮给扒了！爹，不用查了，让我带来了。秦继凤在追查军火库的线索，想要毁掉军火库，毁掉督军府。把少爷给我带走！爹，走！爹，少爷，别杀小月！是爹，你们逼我的！老大，快跑！兄弟们，掩护老大！爹，交战了，快走啊！带少爷走，快！是。少爷，爹，走，爹！佳儿，爹，交战了，快走啊！带少爷走，快！是。爹，少爷，爹，走，爹！你已经几天都没有合眼了，老爷不在了，你要撑得起这个家呀！佳儿，娘只有你了。
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洪城督军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洪城，缉拿欧阳月、秦继风。我刚刚召集了洋行的董事们，把梁宗岳走私军火、陷害洋行的事抖了出去。现在整个洪城都知道，巨富洋行是清白的。秦继风，谢谢你。梁家浩把堂口给扫了，还抓了弟兄们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。像一个狗一样跟在。
志清。
大小姐，嗯，这是最后一车物资了，今晚就能上船运送。好，你给司令回个话，巨富洋行会全力配合战略物资转移，保证1个月内完成任务。是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老大的信。我知道了。